說明人太自我，我使他很困擾，差不多溝通像交功課。想為我好，為我好，抱着我躲不過，我都只感覺到辛苦，想逃離或縱火。其實我好想接受愛，其實不捨得放開，而難再怎開口問愛未愛得來。幾多次相遇之前，還是喜歡一個人，傷害之前期望走得很近，怎麼喜歡上他了，我卻封印。搞錯，思辨太多，我懷疑我做錯。注釋依戀那些不清楚資料，像關於我。我想為我好，為我好，渴望愛，只不過是我滿身刺，讓我不相信如果。我想好好接受愛，唯獨羞恥得自在，虔誠像他都會倦怠，沒有將來。幾多次相遇之前，還是喜歡一個人，傷害之前期望走得很近，怎麼喜歡上他，仍然是太驚慌，裝作挑釁，其實腳震。我遠走以後，一個人哭到回首，在遠走以後得自由，失了港口。相遇之前仲未喜歡一個人，傷害之前還值得走多近，不懂怎麼去相處，期待那一位將我好運，誰害怕我氹我一氹。我就已到家，歷險逼真對嗎？相信這段太不同，懶得分享階段，也就快到嗎？歷險真的到嗎？一轉看着紅葉